講起食鹽，幾乎冇人可以避開。無論你食得清淡定重口味，鹽永遠都係廚房入邊最基本嘅調味料。無鹽唔成菜呢句老話一啲都冇講錯。鹽令食物起味，提升香氣，刺激食慾，但同時都係一把雙刃刀。用得啱，幫身體維持水分平衡、神經傳導、肌肉收縮；用得過火，就會變成高血壓、腎病、心臟病同中風嘅推手。世界衛生組織俾嘅指引係，成年人每日食鹽應該多過大約5克，大概就係1茶匙左右。可惜現實係出街食多，加工食品多，重口味多。香港同內地好多人一日唔覺就食到8至10克，差唔多超標1倍。你以為自己冇落鹽，其實好多唔覺鹹嘅食物都係隱形鈉炸彈。麵包、餅乾、蛋糕、午餐肉、香腸、火腿、芝士、魚蛋、各款醬料、即食麵包裝嘅調味粉、罐頭湯、速凍點心，唔使你親手加，鈉早就匿喺入邊。鹽最主要成分係氯化鈉，鈉喺人體內用嚟維持滲透壓同水分平衡，亦都同神經信號傳遞、肌肉收縮有關。問題就係，一旦長期攝取過多，血液入邊鈉濃度偏高，身體為咗沖淡佢，就會保留水分，血管入邊嘅容量同壓力一齊升，腎臟要日夜幫你排鈉，負擔加重。心臟面對長期高壓，心肌會變厚變硬，出現高血壓、心衰、腦血管意外嘅風險自然一路加。有人可能會問，咁唔食鹽得唔得？又唔得。鈉太少會頭暈、乏力、鬱腎抽筋，嚴重會低鈉血症。關鍵唔係清唔清淡，係夠唔夠同唔過量。你可能就會問，咁多款鹽邊隻健康啲？海鹽、湖鹽、岩鹽、玫瑰鹽、竹鹽、黑鹽、煙燻鹽、低鈉鹽，名目繁多，價錢由幾蚊一包到幾十蚊一罐。其實老實講，除咗低鈉鹽同有冇加碘，大部分所謂某某鹽特別健康都係商業包裝。海鹽、岩鹽、湖鹽嘅主體都係氯化鈉，差別多數喺粒粒大小、微量礦物同埋風味。至於粉紅色嘅玫瑰鹽，號稱富含礦物質，入邊嗰啲鐵、鋅、鎂、鈣其實少得可憐，要食幾公斤先有。營養級、吸收量，實際上用嚟調味就得，唔好當保健品。竹鹽講到天花龍鳳，話焗幾多次排毒抗氧化，事實係礦物質可能多咗一丁點，但遠遠未到食得出效果。長期大量食，仲可能帶埋雜質風險，真係冇呢個必要。反而最值得你花心機留意嘅係加碘鹽同埋低鈉鹽。碘係維持甲狀腺功能嘅重要元素，缺碘會出現甲狀腺腫大、情緒同記憶力受影響，小朋友仲會影響發育。香港同內地曾經都出現過缺碘問題，所以家庭用鹽建議選加碘食鹽。用嘅時候記得密封、防潮、遠離高溫長時間暴曬，減少碘嘅流失。咁至於低鈉鹽，通常係以膠鹽取代部分鈉鹽，的確可以幫忙降低總鈉攝入，對高血壓人士係一個實際工具。不過兩類人要特別小心，腎功能差、食緊補抗利尿劑或者某啲降壓藥嘅朋友，金過高會擾亂心律。呢啲情況要先問醫生，再決定用唔用、點樣用。講到避坑，先由隱形鹽落手。點樣揾到啦？學識睇標籤，包裝食品會寫每100克含鈉或者每份含鈉。呢個簡單口訣，鹽等於鈉乘2.5。例如一包餅乾每100克含鈉600毫克，咁即係等於1.5克鹽。你一日總鹽目標係5克以內，即係食1/3包餅乾已經用咗30額度。出街食冇標籤點算？簡法跟住幾個方向：少汁、少醬、少湯、少加工；麵食少飲湯；炒粉麵飯叫少鹽少醬油；醬汁分開上；火鍋嗰啲濃湯底少飲，清湯底優先；午餐肉、香腸、魚蛋、丸類少落。茶餐廳常見嘅冬陰、咖喱、日式醬汁、大量蠔油生抽嗰啲，味道正，但鈉同糖都高，建議1至2口過下癮就停。再講講味精雞粉、湯粉呢類。味精係谷氨酸鈉，本身就含鈉。雞粉、湯粉好多同味精加鹽差唔多，仲可能加埋糖同油。味精唔係毒，正常烹調溫度煮係安全㗎，但係代替唔到減鈉。你加幾多都係鈉，所以唔好以為唔落鹽，落多啲味精就得。如果想借助鮮味減鹽，可以用天然高鮮味嘅材料：乾冬菇、昆布、觀魚、柴魚片、蝦米、瑤柱、
番茄、洋葱、粟米、蒜頭、芹菜、胡椒，用灼菜水、蔬菜高湯做底，鹽就自然可以落少啲，再加少少酸香辣，味覺層次一豐富，鹽唔使多都夠惹味。醃製同鹽焗都要小心。鹹魚、臘肉、酸菜、泡菜、辣蘿蔔、鹽焗雞、鹽焗蝦，全部鈉含量都好高。偶爾食問題唔大，但唔好當主菜輪住日日食。仲要睇清楚鹽焗粉成分，有啲其實係鹽加味精、加色素、加香精，唔係你想象中只係鹽。買現成鹽焗食品，睇標籤、聞味道，留意色澤，唔好紅到發光嗰啲。返屋企加熱要徹底滾透。講煮食技巧，實戰係咁玩。第一，分驗時，屋企預備一支定量茶匙，當日煮幾道餸都用呢支匙分配，方便計數。4個人家庭一日控制喺2至3茶匙之內。第二，分段落鹽，湯類可以早少少落少少，淋起鑊再校味。炒菜就最後兜2兜先落，保持爽脆。焗同燉先用鮮味打底，最後微調。第三，以味換鹽，先爆香薑蒜洋葱，落少少酒、胡椒。酸味鹽自然要少。第四，先試後加，盛起一啖試味，記得唔好邊煮邊手多多，好多時係心急，唔係唔夠鹹。第五，自製無鹽高湯，乾冬菇、昆布、番茄、粟米、洋葱炆一個底湯，分裝入冰格。下次煮麵、煮餸、煲粥落1粒就香，鹽可以少一半。第六，善用食材本味。蝦本身有鹹鮮，蜆青口本身有海味，青菜焯完有甜，唔使每樣都撒鹽。第七，用低鈉醬油。生抽同老抽鈉量唔同，市面有低鈉生抽，真係想點顏色，少量老抽已經夠。出街食呢幾招好使好用，叫菜時講明少鹽少醬油，醬汁可以分開上，碟汁菜掃一掃，唔好撈晒嚟食。湯粉面、少湯、試湯嘅朋友留翻2口自指引。食火鍋盡量簡稱湯底或者番茄湯底，濃味嗰啲唔好飲。自助餐先拎原味嘅肉同菜，再少量取醬。夜晚加班要靠即食麵頂肚，可以一半調味粉，一半自己加嘅蔬菜同蛋，或者乾脆用蔬菜高湯磚取代半包粉，已經好大分別。講翻唔同嘅人群，小朋友2歲前嘅腎功能未成熟，基本唔需要額外加鹽。太早食鹹，味覺被訓練成重口味，長大更難戒。長者腎功能自然退化，對鈉更加敏感，水腫、血壓、心衰風險會放大。煮法以蒸、燜、灼為主，用香草、酸味取代一部分鹽。高血壓、腎病、心衰真係要嚴格控鈉。減低鈉鹽之前，請同醫生或者營養師傾清楚。孕婦同避孕，請用加碘鹽。碘對胎兒腦部發育好重要，但都唔好超量補，按日常烹調就足夠。做運動出汗多，長時間高強度運動之後可以補電解質，但日常運動唔代表要天天灑鹽。運動飲料要減低糖版本，唔好用佢當汽水飲。再講一個唔多人留意但係好關鍵嘅概念：鹽敏感。有啲人體質對鈉特別敏感，食多少少就見到血壓上，亦都有人相對唔咁敏感。你唔知自己係邊一種，最穩陣就係按建議控制總量。如果你有家族史，血壓偏高、腰圍偏大、夜晚小便多、朝早容易手腫腳腫，咁你極有可能係鹽敏感嗰邊。減鹽對你嘅幫助會特別明顯。我諗開始減鹽，但係驟然食淡唔習慣，點算？唔緊要，有4星期口味重設方案。第1星期，煮嘢落鹽減20%，改用天然鮮味酸香幫手。出街食要求少鹽，湯唔飲晒。第2星期，再減至7折，開始用分鹽時記錄，零食換無鹽果仁或者水果。第3個星期，維持7折，將雞粉、湯粉、醬油用量再各減1/3，晚餐免醬汁餸。第4個星期，穩定落到5至6成，你會發現味蕾已經重新校正，食材本味開始好食，重鹹反而覺得頂唔順。記錄法好重要，用手機備忘或者係貼紙寫低今日用咗幾多茶匙，幫你有感覺有進度。再講幾個實際小貼士：麵包。好多麵包鈉唔低，尤其係芝士、火腿、香腸包。想食麵包就揀原味全麥，少調味填料，抹花生醬都留意鈉。芝士，硬芝士普遍鈉較高，少量足矣。
新鮮芝士鈉相對低。早晨餐，午餐肉、炒蛋、多士3樣加埋鈉爆晒燈，可以改做粟米蛋白炒、番茄炒蛋、原味多士抹果。烘焙匹敗，蘇打粉、泡打粉都含鈉。做餅做蛋糕嘅時候，留意配方比例，唔好以為鹽少落就等於低鈉。酸辣湯、咖喱飯、拉麵湯，全部係鈉重災區，湯底少飲，醬汁許走一半。雪櫃管理，加碘鹽密封防潮，遠離爐頭，用鹽樽口細孔，避免一下子倒太多。有人會問，海鹽會唔會有微塑膠？大海確實有微塑膠污染，部分研究喺海鹽度檢到微量，但以目前嘅膳食量，佢唔係主要風險來源。與其喺邊隻鹽度轉牛角尖，不如落力減總量，同時選加碘呢件實而不華嘅事。再回裏最實在嘅場景，屋企人唔中意食淡，點樣過渡？做2樣餸，一樣原味清爽，一樣重口味少少。咁重口味嗰碟用分醬策略，先用清淡方法煮熟，食嗰陣先俾屋企人自己點少少醬油或者辣椒油，咁樣每個人都可以自己控制。另一招係先甜後鹹。用蔬菜嘅天然甜味墊底，鹽自然會落少，再加少少堅果碎、檸檬皮屑，整體味道就起咗。至於外賣同自助餐，記住3揀4唔要。3揀：揀原味、揀清湯、揀白蓋配自調汁。4唔要：唔要重汁，唔要多湯，唔要鹹點，唔要離奇平。離奇平代表咩？好多時係清貨、近限期或者係大量加工，唔係一定唔食得，但係請你提高警覺，返到屋企再徹底加熱，倒走部分湯汁，先至係穩陣做法。最後將全部重點用幾句白話收一收。第一，每日鹽冇超過1茶匙，包裝食品睇鈉心中有數，鹽等於鈉乘2.5。第二，選加碘鹽、低鈉鹽要合適人士先用，密封防潮，長時間高溫會令到碘流失。第三，少加工、少湯汁、少醬料，出街食講明少鹽，湯底少飲，醬汁分開。第四，以味換鹽，鮮味、酸味、香味、辣味一齊用，自製無鹽高湯，鹽可以少一半。第五，分鹽時，4個星期重設口味，慢慢嚟，味蕾會跟到你。第六，小朋友唔額外加鹽，長者同慢病人士嚴格控鈉，運動補電解質唔等於日常戒鹽。第七，某某神鹽唔會令你長命百歲，真正令你受用嘅就係穩定、持續、可遵守嘅小習慣。我哋食鹽唔係為咗鹹，而係為咗令食物好食。當你慢慢習慣清爽啲嘅味道，你會發現青菜本身就甜，番茄本身就鮮，雞肉本身就香。健康飲食唔係唔食，而係識食。握住呢幾個方法，今日開始少少減，聽日就會舒服啲。日子耐咗，血壓穩，精神好，味覺靈，鹽終於回到佢應該喺嘅位置，幫你帶味，而唔係牽住你嘅命。